成日都有人問我嫁俾關生呢一種 IT 理工男係咪好悶？咩話？冇啊！今日咧同大家數下佢啲缺點先。關生咧就係一個系統分析師，佢嘅 IT 男思維就係凡事講邏輯，凡事都要 optimize，追求 bug free。不過咁其實我又好 OK 嘅，唔浪漫唔緊要，好浪漫就得咯。冇送過花都唔緊要喎，佢陪住我去花墟買花茶，講嘢 data driven，直過條鐵都 OK 啊，即係唔轉彎抹角啦，有效率又唔使估下。所以好多嘢咧都係一體兩面嘅，兩個人一齊最緊要夾嘅啫。好似屋企有啲咩大小問題咧，佢都會主動默默解決㗎，唔係淨係得個講字，會實行啲解決方案做出嚟俾我睇。所以對我嚟講咧，真係另一種浪漫嚟㗎。而呢一種淨係講解決方案嘅性格咧，就令我諗起最近揾我合作嘅 Olay 啦。咁合作得嘅喎，我第一件事咧就梗係要 check 清楚佢嘅底細先啦。一查之下先發現，原來 Olay 咧根本就係50年前有一個理工男化學家發明出嚟嘅，而俾佢包裝咧，佢更加執着喺科學數據入面，仲唔係同關生嘅思維一模一樣，唔會花時間同你講啲咩花言巧語氹你開心，淨係咧會默默鑽研點樣幫你 debug 啲皮膚問題。而 Olay 嘅誕生咧就係源於1950年代一個化學家 Graham Wolf 對老婆嘅愛啊。當年啊，佢見到老婆要搽嗰啲好似鞋油咁粒嘅 cream 咧，見到都唔開心啊。於是咧佢就用理工男嘅精神喺屋企實驗室研發出第一支粉紅色清爽嘅 Oil of Olay。Graham Wolf 呢啲咧就係理工男嘅浪漫啦，就係傾聽你嘅需要啦，然後用科學落手去改變。我一直拍咁多 gadget 呢幾年都跟關生學唔少嘢㗎，因為咧佢買任何嘅 gadget 咧都會睇晒佢哋嘅前世今生咁滯，我點可以輸俾佢呢？我都抄到，原來 Olay 咧就係科研嘅大佬啊！好多品牌咧都仲摸索緊一啲基礎嘅保濕嘅時候，Olay 已經喺1975年開始咧深入研究勝肽 peptide， 並且咧首次將勝肽啦從醫藥帶入去護膚領域，成為護膚界勝肽研究嘅始祖級品牌。而 Olay 咧首次就喺2003年將勝肽呢個成分穩定應用喺乳霜入面，並且咧將呢一個成分引入去到大眾護膚嗰度，推出聲稱係業界首款嘅抗老面霜 Regenerist 新生高效系列，比好多富貴品牌行得更加之前啊！而佢嘅進化之路就開始啦。2011年咧，聯合呢一個哈佛醫學教授深入呢個抗老研究。2022年咧已經有8個國際專利啦。去到2024年提出抗老概念，3大抗老蛋白，類比呢個醫美護膚科技。呢50年嚟，Olay 咧就好似寫緊一套不斷 upgrade 嘅抗老系統咁。勝肽技術咧進化去到而家最新嘅紅金系列，推出咗紅金安瓶精華同埋紅金面霜。嗱，喺生物學上面咧，勝肽佢究竟係乜嘢呢？其實勝肽咧就係由氨基酸組成嘅小分子鏈，你可以咧將佢理解為咧肌膚內部嘅通訊指令啦，去修復皮膚。而隨住年紀嘅增長咧，皮膚嘅自我修復信號咧其實會變弱嘅，咁會導致咧呢個膠原蛋白嘅流失。如果講科學太深奧嘅話咧，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我哋人咧就好似一部智能電話，身體咧就係作業系統，而皮膚咧就係其中一隻 app。而 Olay 嘅勝肽組合咧就好似肌膚入面嘅 software engineer 咁，我哋嘅皮膚咧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 app 系統，皺紋、鬆弛同埋暗沉咧，其實全部都係因為基底嘅代碼出現咗 bug 啊，或者咧係段曲斷開咗咁。咁而呢一位擁有50年經驗嘅理工男咧，佢就唔會淨係停留喺表面，幫下個 app 換下界面，淨係得表面好睇，但係其實隻 app 咧仲行得好慢好慢咁樣。睇翻 Olay 嘅勝肽就係會直接入到去皮膚底層度寫曲，咁佢一入到去咧就會針對斷裂咗嘅蛋白結構進行 debug，好似重新編寫翻個修復指令咁。咁聽落咧唔係淨係寫曲咁簡單喎，而係咧改寫咗佢底層嘅邏輯啦，重新用一個新嘅模式去運行。我揾過下啦，佢就唔係淨係咧補膠原蛋白咁簡單嘅，而係一次過咧幫你修復3大核心嘅系統㗎。第一咧就係膠原蛋白啦，就好似 app 嘅內容咁樣，令到隻 app 咧更加充實豐富，即係令到皮膚咧重新變得飽滿，改善翻啲凹陷。第二咧就係彈性蛋白啦，就好似 app 嘅運行流暢度咁樣啦。日日咧都可以好 smooth 咁樣碌，即係咧，好似皮膚我哋面對日常嘅拉扯咁，都唔會鬆弛，有翻啲回彈能力啊。第三咧就係基底膜蛋白啦，咁咧就係會令到個系統啦同個 app 咧溝通得更加暢順啦，令到粒 U 咧發揮得更加好。即係身體同埋表皮之間，如果橋梁夠好嘅話咧，營養就可以輸送到去我哋嘅皮膚度，令到個支撐力變強，唔會 crash。咁你成個皮膚系統咧，自然就可以更加穩定啦，同埋冇咁易老啦。要有一個 software engineer 幫你嘅皮膚 keep 住 update 咧，就可以用最強組合紅金安瓶精華同埋紅金面霜啦。Olay 研發嘅王牌抗老勝肽組合，正正就係 Olay 咧 keep 住研究50年，將男同勝肽嘅修護功能
結合類肉毒肽嘅緊緻功能，兩者咧就可以產生協同效應，形成一種市面上罕見而且係強效嘅抗老加修護配方。而Olay嘅勝肽組合咧就好似 smartphone 嘅系統 upgrade 咁，由1975年寫第一個版本，再去到今年嘅紅金系列，佢唔再係被動嘅修復，而係會主動 optimize 肌膚底層嘅運行邏輯，解決老化帶俾我哋嘅 bug 啊！好似咧而家好多 smartphone 咧會行埋 AI model 嘅感覺啊。不過一個好嘅 system 咧就唔係淨係追求 spec 勁嘅，更加重要係解決 user 嘅 pain points。知你最執着 debug 啦，Olay 咧針對我哋平時用嘅抗老產品最怕嗰幾個 bug，逐一做咗啲 optimization。第一個要 fix 嘅 bug。抗老面霜係咪一定好立呢？好多人包括以前嘅我啊，都唔敢用抗老面霜㗎，因為怕油啊嘛。Olay 就聽到啦，所以新出嘅紅金面霜 soft cream 改良成 yogurt 嘅質地，一抹就化開，保濕得嚟好清爽，令到大家知道原來抗老產品唔一定要立㗎。第二個問題，男同勝肽好易氧化。理工男咧做嘢最講求精準㗎啦，男同勝肽係好勁啊，但係好容易氧化流失，所以Olay咧就用咗個扭蓋設計，鎖住99%高純度活性，一扭即開，確保你搽上面嗰一刻咧係最新鮮嘅。第三個問題，怕醫美痛又貴啊嘛。對於怕痛又唔敢打針嘅女仔咧，Olay研發咗類肉毒肽，原理咧就係模擬肉毒針劑嘅效果，用嚟放鬆肌肉嚟淡紋啦，同埋緊緻下顎線，效果咧似微整，但係完全零入侵、零修復期。頭先同關生一齊理解同埋研究咗咁多Olay嘅技術之後，其實我發覺嫁俾理工男最大嘅感覺就係凡事都要有 SOP 啊，好似關生咁啊，佢連沖咖啡咧都要定時、定溫、定量。我哋3隻狗狗每7日狗糧，我哋都要用電子磅量住。雖然聽落咧好似好固執咁，但係因為經驗話俾佢知，跟住呢套指令行嘅話咧，結果一定係最好嘅。而Olay呢位理工男都係一樣啊，佢唔會叫你求其查㗎，佢哋咧就俾咗個 optimal script 我㗎，就係呢個222法則，兩個步驟，即係安瓶精華同埋面霜，就好似 hardware 配埋 software 一對咁樣一齊先可以發揮到最好嘅效果。之後咧就係1日要2次，早晚各1次，最後就係20秒內吸收。因為咧我哋要趁男同勝肽嘅活性最高嘅時候吸收晒落去我嘅皮膚度。我只可以話咧，跟住呢套指令行咧，第2朝起身咧，皮膚係好飽滿啦，又唔會出油，唔會覺得立黐黐想洗走佢。證明咧保濕夠力，又唔會生瘌咯噃，乾紋亦都唔見晒，摸落去咧仲幾有彈性添。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嗰個殘樣就明我講咩噶啦。再睇下而家，雖然咧佢只係幾百蚊啫喎，但係咧就做到好似做咗機嗰種 jawline lift up，嘴邊肉收緊咗，法令紋咧都有燙平咗嘅效果。呢個就係理工男嘅實力。冇錯。以我對關生嘅熟悉咧 ，IT 理工人咧買嘢一定唔會淨係睇包裝嘅，佢最中意就係話。買嘢咧就唔一定要買最貴嘅，最緊要咧就係啱用有效果。咁好似我哋架 Jazz 咁啊，又慳油又平又易打理。得啦，Olay用幾百蚊就俾到50年嘅科研同超越專櫃級嘅勝肽成分你，呢種極高 cost performance ratio 完全符合晒 IT 人嘅選物邏輯。嫁俾理工男最大嘅感覺就係令人安心同埋可靠，最緊要咧就係見到有啲嘢可以一齊改善同埋一齊進步嘛。用擁有50年科研成果嘅Olay，唔使捱醫美嘅痛，又唔使俾專櫃嘅價錢，但係又享受到淨係Olay先做到嘅肌膚效果，提拉緊緻。如果你都想揾個神隊友幫你守住肌膚皺紋鬆弛問題，就快啲帶呢位理工男返屋企啦！